公元208年，为了要对抗兵将如山的祖错，刘备甲孙权结为同盟。面对罗南而来祖错大军，东营军伫中港对话甲伊对峙，这就是后世所讲的赤壁之战。家伫遮发表新歌，用上大音量甲放出来。不过迄条歌还未解禁。不要紧，甲放落去，若无再来互伊唱了了。